晓得。好啊，我有看到你的档案，嘿，安尼嘛是袂歹，嘿。我来 share screen 那个记。好，有看到啊。你主要是录起来，放在网络顶啦，有兴趣的人以后当然毋是进嘛啦。我相信有兴趣，这当然是较少啦吼。啊，有兴趣安尼像咱读书安尼讲读的，可能搁较少吼。啊，有兴趣迄个以后对自然会去现咯，反正都去遐袂去遐叮当。系啊，是。咱开始读。OK， 好，咱开始。好，来开始。好，今生我捌伊，至轻转去了后，了啊是摒手就好。哦，好，所以讲了啊是什么意思？一阵嘛安尼啦吼，应该是，我记得是安尼。因为我足久无听人安尼讲啊。系啊，了啊是好，这个我来记起来。咱来查一下，了啊是了吼，啊了啊是定多声。这是第是声，了啊是了啊是。要小等的意思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了啊是，这个我来记起来。稳啊是啦吼，倒来就对啦。倒来，好，了解。我记起来哦。好，我来看一下这个文的。我的是对。了啊是。那也无。了啊，有看到啊。了啊是。ゆっくり倒来吼，慢慢啊，了啊是去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。OK。嘿，小等嘞。好，干嘛继续？好，了啊是摒手就好。干嘛继续后下一段？好，你继续读不要紧，等下我做起来。好，这里有一个生分人，这根本就是生分人的意思。对。嘿，生分人。好，对内面就入来，问伊讲，朋友倒位来？讲我踮台南市咧做辩护士的通译，辩护士的通译。我辩护士是辩护士的通译。我犹原是拜上帝的人。志庆阁问伊讲，阮今生伫新楼读中学，伊即时早话，讲啊，中学，那些，好，中学。大学，我常常去佚佗。好，啊，迄个早话是啥意思？早话应该是就是唱话的意思，我毋捌听，但是知影大约我知个意思。好，对了，打断。早话，哦，好。早。
第三声话，第三声，系啊，哇，无啊，系啊，早，早那个话，对，看卖早，清早这个早你看有无？系啊，早，都是早的，就跟看迄个动作，伫看伫遮无真符合，毋是这，毋是这，我想看嘛，敢有其他的腔口？嘛无咧。好，看卖体这相似点。哦，若是第二声，敢若就有哦。第二声有迄个早转去的意思，那是嘿，早那是切断切断嘿，OK，我感觉应该是这个。嘿，哦嘿啊，即个意思较符合。对，所以是早话，是早话。嘿啊，嗯，第二声会较因为符合。早这个嗯，早这个意思我知啊，就是这嘿个切断的意思。嘿是，我看嘛，家己大书店敢有例句？早第二声吼有是切断，哦，嘛是高一字尔无查某查某查尾吼，搭尾，甲菜头查某，甲甘蔗查某，嘿查壁查壁搭边，查壁就是切壁一部分起来修理，毋免全部贴，毋免全部贴，查壁就会用就会用的。你的切早边就是哦，哦，敢是讲边就甲壁切一部分嘿起来，叫查壁。了解，嗯，啊，这个早字，查某，所以这个嘿这只这个句，嗯我们是这个查某是另外一个查某，嗯，但是不看。早应该毋是这个查某啊，嘿啊，应该毋是，但是看汉字嘛，毋是共一个查早某靠插花查某，嗯，啊，都干那迄个尔呢，呀，干那这个查某，啊，但是我看嘛，查某低尾无共，完全含这些这个例句嘿，无共。迄个意思无，嘿啊，嘛毋是，迄个汉字嘛毋是共一个汉字，嗯甲要切断，嗯，早甲早，将来无，嗯哼，伊的 link 是毋是刻毋对去？嘿啊，有可能，嗯，另爱有迄个 N 的拼音，我看觅，我等下再查嗯一个啊，迄个，嗯，我有买嘛，我再去现迄个，迄个纸本的，就抓本我现看觅，我不看呢。好，查某，这个早字吼，我一直想，我较早是安怎用的这个早字？嗯较早阮吼，可能是查迄个丢啊，嗯，
丢啊好。啥丢过头的款，还是啥啥，我煞袂记了。我反正就是会甲迄个丢啊挂了，我煞袂记迄叫啥，就是会甲做几啊龟安尼，个赞，我记是用这个赞。好，咱继续啦。早话主要是这个意思。好，了解。好，继续读好。伊就早话讲啊，中学、大学，我常常去佚佗。真心兄，我也捌伊。志勤阁讲，阮遮有一个去读大学，号做金雄。金雄，你捌去找伊佚佗啊无？讲金雄兄甲我真熟悉。好，这段你甲读一遍。好来，第19章，真心我捌伊。志勤转去了后，了啊是听手就好。一日有一个生份人对内面就入来，问伊讲朋友倒位来？讲我踮台南市，伫做辩护士的通译。我有缘是拜上帝的人。志勤阁问伊讲，阮先生伫新楼读中学，伊即时早话讲啊，中学、大学，我常常去佚佗。真生兄，我也捌伊。志勤阁讲，阮遮有一个去读大学，号做真雄，你捌去找伊佚佗啊无？讲真雄兄甲我真熟悉。OK， 伊叫两个一个佚佗，一个佚佗。佚佗，系啊，真明显。所以讲佚佗，这是敢是佚佗是由细腔的腔口，啊，佚佗敢是北部腔？对，佚佗是叫北部腔，毋对，佚佗是漳州腔讲。伊当查，家己顶有收啦吼。THI， 我说袂记安怎写。佚佗 ，OK， 我记了。好，继续吼。歹势，我查一下。好。佚佗。你敢若若是无收讲其他腔口。这个收到。我记得较早我查的时阵，伊讲迄个佚佗。OK， 我佚佗就是，你来看。伊无讲是对一个腔口啦，吼。是。我记唔对去啦，吼。即嘛优势腔是讲佚佗啦，吼。是。但是阮遐是拢讲佚佗。是。我真不看。即嘛是安怎会拢无link拢走进去？系啊。最奇怪。我看是毋是260页？系啊，我这边 link 嘛是毋对，
我无啦，就是佚佗，若是佚佗，伊的原文伫上后壁，上下骹上后壁，佚佗迄个，嘿，哦，这后哈边嘿，这嘿。，OK 诶啊，这是佚伊佗。的原册，敢若就有标示倒位的腔口的款，吼对嘿，吼。漳州腔叫佚佗嘛，吼。啊，佚佗是泉州腔咯。啊，台语电视较早是以泉州腔为主啦，吼，所以是你会看泉州腔，伊就收足侪佚佗。嘿啊，是，若是用汉字找嘿啊，佚佗，你若佚佗位较你济。若看伊拢是飘一佚佗这只，啊，佚佗迄边漳州腔颠倒是无解说吼。是。我想学一下吼，有啥物物件？佚佗用迄个啥物件？佚佗骹。无重要的音仔。佚佗边。佚佗骹，佚佗肩。佚佗肩就是 OK， 佚佗客，佚佗先，佚佗书，佚佗桃，佚佗班，佚佗伴，佚佗咪，佚佗咪啊个 OK， 好，好来继续。好，继续。到好，下一段好。迄时志勤拄着小弟小弟即块业即块业伫登记袂好势。为什么讲小弟咧？小弟即块业伫登记袂好势啊？好，继续听着。一块业啦，一块业。地业，一块吼，毋是一块，一块。一块哦，一块业啊业，三业，我相信是三业吧吼。好，三业了解。一块业咧登记袂好势，听着伊住伫辩护士的所在，代志阮当真知。阮当真知啊，真知嘿。真知。我敢若进前看到知，我敢若进前看到知即个音是看到第七声，也是我记毋着。真知甲真知。真知是讲真捌啦，真知影。哦，真知影哦，是了解。好，阮当真知好，佮听伊是熟悉朋友，想爱拜孝伊，拜孝伊，就问讲，拜孝伊，就问讲，有一人有一人辛苦去互死老招，一家变死老。若是即摆当着辛苦一块业，要上俗，讲伊已经死老。上俗是啥物？对头前看吼，头前有一人辛苦去互死老招，啊，这后壁这是叫做加价。加加价就是户籍啦吼，我汉语毋知安怎写，我袂记啊。加价是迄个加一边迄个价，我相信是安尼。了解，嘿，就是安尼。加价，等下来查这个加价吼。你有查了吼？嘿，查找着啊，嘿，加价。
变姓老吼，就是因叫老姓老少吼。那是那是那是即摆当着姓苦，即个业即个业要相续，相续是相续啦吼。是汉语啦，进汉语前叫做相续吼。进前看过吼，就是讲土地迄个产业诶，迄个继续，你了解好。好，即个日本时代的迄种户口甲迄个地政的用词啦吼，我无介清楚什么土地相续啦吼，相续哦，就是本来姓老嘛啊，伊有姓苦姓苦嘛，啊，要有姓老的少，会改做变做姓老，嘿，即个业要相续，讲伊已经姓老，得登记得登记袂落，登记袂落，意思讲伊本来即道业吼，应该是姓苦的。啊，因为已经去有姓老，就变做姓老嘛，就变成这个伊无法度，就无法度收落，嘿。安尼了解，是，安尼就了解，好，继续吼，一个，得登记袂落，这毋知有法度啊无？好，迄个人随时应下。迄快，只肯听着安尼就欢呼去买地饼，好，地饼迄暗办车草来款待伊，望要拜托伊，好。地饼，地饼，我嘛毋知地饼，食地用的饼，我嘛毋知早一个嘿，地饼。真正是地甲饼，毋是地烤，毋是地烤味的饼。无呢。第二点有收，嘿，地饼。有啥物我错无？饼是第二声。第二声。地饼，地甲饼，地饼花，地饼花，食地啊配饼安尼啦。嘿，是。地饼花，OK， 地饼花，插画花，另外拄则讲要查即个叫啥？价格哦，我看下价格。户籍吼，即马咱叫做户籍啊吼，迄当阵较早古早时代叫做价格吼。即个价格我嘛是伫巴克的圣经学到吼，就是迄当阵，当时呢，就是约瑟甲玛利亚因本来是生囝了我则无啥会记的，就是为着要做家格所以要赶转去，就是要查户口就对啦。以色列可能是迄当阵的罗马政府要查即个以色列人的户口嘛，所以因就要转去因原故乡，敢若是伫倒？我袂记啊，就是伊经过迄个所在伊是拿撒勒人嘛吼，拿撒勒人，所以伊应该是要转去遐。经过什么所在则袂记，伫遐玛利亚就伫咧客店生囡仔。就是为着要转去迄个因原本故乡，用即个家格要做家格。我记得圣经是安尼讲，
做假搞，做假搞，做假假，嘿，做假假，好，算人嘢吼。嘿，嘿，这古早词啊，即嘛人可能无几个听有这什么意思。是做假假。啊，咱若是就是即马人要是咧有咧用，要是登记迄个咱来用就知啊，知影的人就用啊，唔知影的人就无安尼啊。所以我一若是毋知影的人会，就是即摆的人会安怎讲即个词？啊，即嘛拢讲最户籍来啊，就讲户籍啊，就户籍对原来是安尼好，假假户籍好，了解。啊，但是一个较早讲用词是叫做假假，嘿。了解。户籍我相信户籍无定嘛是对例句来，我哩有啦，我无解清楚。合字汉语。啊，若是你细汉的时阵是讲倒一个词？其实就含咧听到这个词吼。哦，了解。啊，当然后来听到就是拢户籍啊，你户籍伫倒位安尼？好，了解。好。啊，这个假假，我感觉是会使用啦，因为安怎讲？应该。反正都用得对啊！你即嘛大家的用词，有即个词，有即个词通用啊，就用啊，哪要紧？系啊，愈用愈多，安尼就好啊，愈广阔啊，你愈我用愈少啊，就愈熟起来，系啊。是，好。好，安尼我甲读一遍吼，我读。加即个词，嘿。对，嘿。我来读一遍吼。迄时志勤拄着小弟一块业得登记袂好势，听着伊住伫辩护士的所在，代志稳当真知，佮听伊是熟识朋友，想爱拜候伊，就问讲，有一人姓苦，去互姓刘招。加甲变姓刘，若是即摆撞着姓苦即块业，要相续，讲伊已经姓刘，得登记袂落，得登记袂落，这毋知有法度啊无？迄个人随时应，哈，迄快！志勤听着安尼。就吩咐去买地饼，迄暗办车草来款待伊，望要拜托伊。或者伊爱读做伊啦吼。伊系啊，毋是无轻声。轻声是即嘛有拢惯系讲。惯系的讲法，嘿是。读的时伊无飘起轻声，就拢爱读。嘿，本调好。毋是本调，就是爱对本调嘿。好，继续吼。好，迄暗是拜六。你那个看我想。系啊，系啊，我办事讲这是迄个数字真现代。拜六，金雄君啊，金雄君嘿，金雄君嘿，金雄君嘿，金雄君对大乌转来。啊，你若是讲迄个，若是照迄个无轻声的读法，读起来就是嘿，毋是惯势的读法，嘿，转来，嘿啊。惯势的讲法啦，但是伊就安尼写。嘿，对大乌转来，就来要找清流佚佗，入厝。迄个人问讲，即个先生什么大名？清流真奇怪。头拄仔伊讲甲真常兄真熟识，怎样毋捌伊？毋捌伊。
景祥君就甲志勤通知，今暝着说哩，我看即个是贼。了解。好，即个这个伊将来读一遍。伊拢讲大学大学吼，较早其实是拢讲大学、大学，好，小学、中学安尼。安尼嘛是安尼讲大学。嘿，就是拢读白话音啦吼，大学、是，中学、小学吼。好是。啊，即嘛人较颠倒白话音袂晓读，拢读迄个学历吼，大学。迄个大学。人员伊嘛，大学、中学、小学安尼。嘿，了解。迄暗是拜六，景祥君对大学转来，就来要找清流佚佗。入厝，迄个人问讲：“即个先生什么大名？”清流真奇怪，头拄仔伊讲甲景祥兄真熟悉，怎样毋捌伊？景祥君就甲志勤通知，今暝着说字，我看即个是贼。这个咱即嘛叫做诈骗啦吼，诈欺诈骗，对。是贼吼，啊，这骗的吼，这较早就有啊吼，即嘛有较早就。系啊是，系啊，足侪系啊，有人的所在就有即款人。是足恐怖的，用骗的。系啊，足无良心的。继续这吼，这讲到这，阮较早，阮一个祖公故事，嘛是共骗。是。阮较早去哄骗哦。毋是去用骗，是去共骗啦吼。阮较早，阮一个，我算我叫阿祖的吼。嘿。阮阿祖是有一阿骗婚的，较早就是一支嘴黑白去共骗吼，歹命是。哦。所以阮阿公、阮老爸因拢会留故事来，阮较早伊去共编啥物件呢？我讲一个例互你听吼。其实伊嘛毋是讲共编，伊是少啊共婆婆太太，伊就去问，譬如讲伊去到一个庄头问啊，咱这一吼，这是啥物人挂上好？就是挂稻仔挂了上好了吼。挂了上有价就对啦吼，稻仔上丰收就对啦，收了上好，挂了上好。啊，人就甲讲啊，某咪人，伊就讲某咪人住伫倒，伊就问去因兜，去到因兜就甲讲啊，我需要一寡册子要做证就对啦吼。听讲我就开始甲学了，甲报啊。听讲你甲挂了偌好，拄偌好啊！人一听就欢喜啊，讲你就算搞最惨啊，啥吼？讲这人听了欢喜啊，就讲我需要一寡做证，我要摕用你的做证安尼。伊是安怎会去共骗这？因为因某就是阮另外一个查某厝内无米通煮食。迄个签啊骗婚签啊，钱个厝内散钱去哦。啊，无米通煮食，就叫伊去带我去买一寡米去借，本来是去安怎去调一寡米转来就对。所以伊就走去共分一寡钱转来。哇！伊就安尼去算去甲变讲啊，我需要迄个菜伫我自证安尼，所以领导上好诶，我会当感觉分一寡互我呢。人迄种欢喜啊，就摕一寡分伊安尼。毋是干那安尼尔，毋是干那安尼尔。伊个毋知安怎，这都已经吼，阮阿公因迄阵咧讲啦，我故事传了无好，我已经袂记啊。反正就是讲到迄个人咧偌欢喜诶，佮安尼办青草请伊就对啦，毋是干那送伊册，佮办青草请伊去顿就对啦。人就安尼嘛相信伊啊，嘛信伊。为虾米这代志传出来啦？因为迄当阵伊带伊第二后生吼，就是我的二叔公带第二后生含伊去讲迄个丁贵啊，你来行，含我来，你报道在，含我来。较早我听人讲故事偌趣味，就是迄查某做足生气，厝内都无米啊，就讲拿骂咧，讲想办法去安尼。伊就老神在大埔做老神在，就讲咱丁贵啊，来行。
你报着赶一卡啦，倒我来去抓比啊，啊，就带伊出去，带伊出去，迄丁贵阮的第二职工嘛是一故意人诶，后来我熟悉会知影伊嘛是，我看即个二职工嘛自细汉我知影就是伊是足故意人诶，就对啦。啊，结果迄个阿祖大伯祖带伊出去共变，所以就歹势。啊，佮食一顿饲草转来，啊，佮迄拍一道切转来，所以伊实在就歹势，伊就甲即故事，后来就甲即故事讲互大家知啊，啊，就讲啊，伊讲以后若有机会拄着要嫌疑就对啦，要切转去嫌疑安尼。系啊，你古早人共变的，就是看了即故事，我也想着讲，较早阮伫即讲，古早就有即个，阮阿祖就去共编一寡，毋是编一寡切转来安尼。嘿是。OK，所以这人变就是基本上就是安尼嘛，就是利用人人性的一寡弱点啦。啊，你爱听人报，我甲你报的，结果就甲你编一寡物件转来。好，可以讲故事。嘛是真厉害，是。哦，你厉害，这毋是因头一遍共变啊，可能我把你真厉害。较早我跟阮爸开讲的，伊佫甲我讲，我阮爸无伫，我真无人读讲故事我听。OK。知影时阵啊，毋着一人毋着真受气，也是用无咧解，人咧知影，嘿啊，就是互人知的时阵。当然嘛无互人知啊，当然嘛变变咧转啊。那你嘛是袂歹。较无人熟悉的所在嘛，伊无可能去变哦，对。你不要整大家别咧，行足远的，毋知去啥物所在。对，讲着无合互人掠包安尼。对啊，嘿啊。好，嘛是真厉害。啊，你讲转来讲互听，当然是大人了后，大人了啊，才会讲出来。做无伫的才讲。了解。好，好，今日来继续。好，咱继续。歹势，这个故事讲遮长。无，这个故事真趣味。好，继续吼。无，你拄则刚已经读了啊？这段。要袂吼？我读了，看这个是参。你读了？哦，是。好，咱来继续后一段。好，是讲后一段，也是下一段。后一段，也是后一段，拢会使。好，了解。好，下一段好。已经食饱，要礼拜，就请伊做主理，因为是拜六暝，着吟。拜六暝。变了好，拜六暝，着吟多一首，若假是信主的人，竟毋知。哦，了解啊，迄个主理吼，请做主理，这敢是礼拜咧祈祷的迄个关系。主理有一人做主理。主理就是主持人啊。主持哦，是。好，了解。所以你主持礼拜迄个仪式的人，就是主理。好。早一个。我来记一个。这敢是就是做礼拜，也是祈祷的，是就是一个。我相信毋是干那用车，所有你主持人拢会使叫做主理、主任、主管，伊并无讲限定讲是伫教会，还是迄个，还是伫祈祷啥物，还是宗教仪式就是只要是主理吼。修都是的，哇，这什么较激动的，就主任、主管、主将安尼啦，拢会使叫做主理。好，了解。啊，所以伫遮就是主理迄个换即个仪式啦。好，了解。主理即个礼拜，啊，当然会使主理别项。代志。好，了解，继续吼。不过今做一好，其他拢了解。好，继续。清流，请伊献拜六暗，拜六暗的诗，好，一本冰透透，冰拢无。好，落尾要
请伊祈祷，也祈祷无落来，无落来，迄个落来，诶，无落来，无落来，就是来，无袂晓的意思，敢是？无无落，落来，就是无路通行吼，no way 啦，吼。无路，哦，是了解，嗯无落来，嗯，找无路通行，叫做无路来，好，无落来，哇，无收。呀，无落来，若是三个字，无就是落来找无，啊，毋过无落来就找有啊，嗯无落来，头嗯，前爱加一个无。就有收无落来，甲有落来，我是做这个落嘿是长的音，是，无落来吼，无报啦，对啦，就是无报啦，无甲知影方法，是，有报甲无报，安尼了解。即个人嘛是，即个茶嘛是真戆的，毋是信徒咧，假做信徒。讲无嘿啊，落来，做无落来吼，就是做袂来，讲袂来，讲袂，讲袂要安怎讲？袂行，嘿，袂晓，讲无无报落来，嘿，做无落来吼。无落来，较早阮去接应的啦吼，就是你若华语要怎讲？我煞袂晓讲。啊着，这是英语要怎讲？Can't。can't 嘿啊 is not able to do，don't know how to do 对，对啊，就是这是这是接应的吼，这是生活中你定定爱用到，无用到嘿，是啊，就是用这种讲法吼，大家会使用这个讲做无落来，讲无落来吼，做无落来，讲无落来，讲无落来，嘿，好，了解。啊，华语要怎讲？我煞袂华语要怎翻，我煞袂晓。做无落来就做不来，嘿，无计做不来，可讲袂落来，要怎讲？讲不出，无话可说，讲不出来，嘿，讲不出来，做不出来，嘿，做不到，做不来，做不到，办不到，对。啊，但是台语的较正版的讲法是做无落来，讲做无落来，嘿，继续吼，嘿着，祈祷也祈祷无落来，好，对安尼，骨骹缩出来，咁就是互人就是壁空，也是掠包的意思。对啊，嘿，讲骨骹缩，咱讲伊缩出来吼，伊是写骨骹缩出来吼。缩出来是骨骹缩出来吼，咱即嘛是安尼讲啊，骨骹缩出来露出大花，圆形比如还花艺是露出马脚，大概露出骨骹，乌龟脚。迄个第二点的肋骨，敢是肋骨，嘛是收即骨骹缩出来。你是查即个骨骹哟？我是查骨骹，伊的肋就有即骨骹缩出来，骨骹也是骨内肉。老爸出钱，嘿啊，对，嘿啊，你感觉即个例句嘛是真有意思，真趣味诶。老爸出钱，甲囝出钱拢共款意思啊，有伫拢是家己诶人。出诶钱，也是骨内吧？骨骹也是骨内吧？趣味诶。好，继续。骨对安尼骨骹缩出来。我来记者话，即句话真赞。好，继续。迄暝志勤甲清流规暝毋敢困，将姜仔香眼避班伫冰床头。姜仔敢就是食的迄个姜仔。
毋是，是啊，啊，这个姜啊是啥枪物？枪是姜啊，枪啦吼，姜啊，哦，歹势看唔到去，姜啊，枪啊，好，嘿，枪是姜就嘿，是嘿，那姜啊，咁就是枪哈，就是华语叫做枪，当然毋是即卖枪，毋是现代的嘿枪，是迄个 古代的枪。 spear，嘿对，spear 迄款嘿，啊，对，香干是啥物？香港香港来查一下吼，香港来什么干，我都毋知啊。香干哦，有图呢，来看迄个是啊，第二电户的图是啥物？是伊的解说嘛，敢若讲图武器的一种，种嘛吼，讲毋知影图是伫倒位，看迄个图，644呀，好。是这咯。哦，好好，相干哦，所以伊个华语是迄个干，相干，嗯，是啊，真出名，是对啊，这香港，嘿嘿，是，嗯，香嗯，港就两支，这毋知是啥，两支枪，我看袂是使讲气棍啊尔，嘿，那嘿，香港，两支气棍啊，是，嗯，好，继续哦，好，将枪啊，双眼被办伫眠床头，伊若点点就变疤，若作怪就要伊结一个生死啦。吼，结一个生死，就是拼一个生死，敢是共款意思？好，一个生，好，这段真好，你感觉来查一要下？甲伊结一个生死结一个生死，嘿，结吼，咱咋只结哩哦，这个，嘿是，嘿啊，结头一摆看到结这个用法，结是哈，竟然无，哎呀，有会使了解迄个意思啊，就是算小迄个结小，啊叫结生死，我查一下讲一点，嗯。嗯。嗯，一粒生死，我真好嫌讲，到底要用到这汉字来写一字，哦，嘿，结然后，一粒生死。嗯那敢若我的语感，我感觉是那敢若结是那敢若车柄迄种意思。嘿啊，看无这个字。好，来，我先来读一遍吼。好，已经食饱。嗯，等下，就拄则讲着这个饱，就变饱。嘿，就变疤，嘿，嘿，疤了，对，是迄个意思。嘿，我应该就嘿，查一下汉字，然后看到底伊有什么音。就是华语的，华语的咧用的迄个字吼，饱，疤，嘿，所以咱即嘛人拢读毋对去。即马人是安怎读？敢是第三声？拢读做第三声。哦，饱敢若第七声嘛。咱即嘛拢读做第三声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华语可能华语影响哦。啊，饱一般可能读做第三声饱。但是应该是饱。哦，对，像迄个应该讲是罢免，毋是罢免。对啊，就是所以，啊，叫华语应用的。嘿，罢工罢期，所袂歹，以读说罢嘛吼，罢是业、罢市、罢，罢期，
即嘛就罢免即嘛上听听到罢免。即马讲都拢是讲罢，敢是讲罢免，还是罢工？就是讲迄罢谈对去啊。哦，嘿，应该是罢工罢免。罢课工罢免，是，安尼了解。罢论罢学。罢变第7变第3。声嘛，对啊，毋是变第2声嘛。一般人拢读过第3声去，所以拢变调变到第2声。对啊，应该就是华语的影响。好，来我读讲，已经100礼拜，就请伊做主理，因为是拜六因为是拜六暝，着认倒一首。若假是信主的人，兼毋知，先求请伊献拜六暗的诗，一本冰透透，冰拢无。落尾要请伊祈祷，也祈祷无落来。对安尼，牛骹扫出来，迄暝刺芹甲清流规暝毋敢困，将枪仔双眼闭办伫面床头。伊若点点就便罢，若作怪。就要甲伊结一个生死咧。好，咁咪继续学。好，阿一来，该在天光点点拢毋敢鸟，哇，鸟，好，鸟，我来查一下，鸟。好，若是无介好读。鸟。教会人定来讲鸟鸟带，鸟鸟鸟，一个解释，鸟。NGIAUH， 我说的不要写。我就袂安定。鸟。所以讲，你拄则讲教会定定咧讲鸟带，是，定来讲鸟带，心就是鸟带，就是惊咧等啦吼，心带咧等。带咧等，哦，好，起来记起来，真趣味，鸟带。心点点啊叮当跟鸟哦，所以就是其实就是迄个颤动迄种。是，点点啊叮当吼，心肝上袂安定，心肝上袂安定吼，上就会鸟叮当嘛，就是扭动嘛，嘛是叫做鸟，就是鸟，多一字鸟啦，啊鸟带是变调了的读法。是，这是真轻松的词，鸟。写啦吼。对，对，这个所在鸟，那是高一字伫这边，就虫啊，高一字鸟，是，迄个汉字嘛是真青分，无咧看过，无看过。鸟啊，鸟就是咱查者，敢若看日本看不介清楚什么意思。差不多就是这啦，就是鸟，就一字变2字嘛。是。NGIAUH。是。就是意思更较严重一寡嘛，鸟滚，西学啊虫的叮当叫做鸟滚，所以西学虫的叮当像那种鸟带，哦，叫那种鸟带，鸟酸，西学虫的叮当嘛，使讲鸟酸，就是酸这个。就是酸，就是 escape， 是敢是迄个意思，酸，经酸。鸟蛇，这个莫讲鸟叮当，酸其实是
酸有旋转的感觉。哦，好，慢哦有，迄个藤蔓，嘿，知影台语要安怎讲，就是迄款的酸食物，甜。酸甜，是嘿，酸你若讲甜，迄个牵牛花有无吼？酸甜。是酸嘿，甜，嘿，酸咧酸，嘿。酸咧酸，啊，所以迄种扭动抓迄种扭动的叫做酸。酸好，了吼。解，啊，你这种 escape 都无嘛，毋是即个意思嘛。毋是迄个，应该是不是现在， escape 是另外一字哦，我的意思是 escape。你若讲酸紧来酸，还是另外一字。好，但是即些无收有啥物？无收，咱就查一个说台语。即嘛讲紧来酸吼。其实嘛，可能就是即字啦，因为你若看迄个有抓咧酸吼，酸甜有无？当有迄种安尼迂回曲折绕跑迄种感觉有无？真酸有无？系，我看觅。就毋知影，系现在，也无，嘿，这是大利店嘛，吼，大利店这个酸。滚动，快嘛 ，sneaker 啊，有 sneaker way，敢若就是上后壁迄个 sneaker way。对，所以应该是共一字啦，歹势应该是共字要讲对啦，吼，共一字酸啦，吼。其实是古早是无迄个急躁的迄个意思，敢若是较迄个1977年才有76年出现吼。76年出现。较早可能 Embry 嘛无，系啊，大利店迄当阵嘛无吼。嗯，但是即个酸的意思，我较早就知影吼，就是即种甜的酸甜吼，啊是活的酸吼，即种较早就知影。OK， 啊，所以拄则咱若创继续，好，继续，酸酸啊，是加尿哈，拢毋加尿，是，为尿来好，毋加尿，好，拄着金常君招清流要去新市礼拜，讲礼拜去新市礼拜讲道理，也煞招伊去，要到的时，甲因两个讲，恁先行，我对后念未来，伊想要逃走，了解伊想要逃走，就问对正远入去。了解。这个正远应该就是甘蔗园吼，正远入去好，无搁出来，清流住遐等真久，拢无出来，毋知伊对倒去。戏毋是戏，无步撒旦咧笑伤咱的灵魂，也是安尼。嘿，这是第二下好，嘿，危险好，着谨慎是什么意思？谨慎就是细腻小心吼，谨慎。是谨慎，了解。好，着谨慎到拜六真心回来，毋是真心回来。老母问伊讲，台南府城有一个辩护士会同意，讲是你的朋友兼有影，真心讲无影无影无食，毋是无影无食，无影无食哦，了解，无影无食。好，无影食啦吼，无影食啊，即嘛就是无影无食，讲无影无食。
好，了解。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好，就是上尾纸。该在天光点点，拢毋敢鸟，拄着真上君招清流要去神市礼拜讲道理，应该是听道理啊，来讲道理吼。耶稣招伊去要到的时，甲因两个讲：恁先行，我对后念未来。伊想要逃走，就问对正园入去，无过出来。清流住遐等真久，拢无出来。毋知伊对倒去。戏无报。无报是啥物意思？无报。敢毋是就是无报，无用，无路用，无法度。等下查看觅，无报。报。撒旦在笑想咱的灵魂也是安尼，迄危险，着谨慎。到拜六真先转来，老母问伊讲，台南府城有一个辩护士会同意，讲是你的朋友，兼有影。真先讲无影无食。好。迄个无报伫第二点无收，毋过伫迄个找代记 married no 迄个大经书典有收。无报就是无妥当、危险的意思。真趣味诶，真无看。遐啦。咧，嘿。无报。无报。第三个是伫例句内底。无望。无报是无望。有报啦，无报，无报无望。真趣味。看嘛，无望，戏无望，撒旦在笑想咱的灵魂也是安尼。这个嘛是，嘿。怪怪，无望，而且讲无望是啥物意思？嘿啊，是讲是撒旦无望。你讲这是安怎？这啥物解释？找代志，你找代志，若是找无报这两个词，这一个词两个字，嘿。无妥当，无稳当。嘿啊。是危险。嘿啊。就相款意思嘛，差不多的意思。无望。无望是拄则第二点的讲法。无。但是这看是个危险的意思啦，吼。危险较符合这个所在。是。好，咱读到遮啦，吼。是。嘿啊，感觉到。20章后回再来读啊，吼。后回就是新的一章。对。咱们来读迄个历史。我这先甲登一个，我这个录影先甲登一个。好，开一个新的录影。敢是安尼讲录影？新一段啦，吼，但是我要安怎登呢？伊敢若当 pause 尔，安尼我可能无法度登。是你就是先离开才来。我先好，咱这个甲结束吼，咱这个session甲结束，这个 meeting 先。好，是。